好啦，繼續來看苗栗縣長江東錦昨日一場公開的活動，當着賴總統的面，要來爭取到教育的經費。啊，總統回應講，總預算也未通過，嘛無看到縣長出來講話。江東錦講，總統這款的講法，互伊無啥爽快。講這個預算卡條咧，應該是行政院愛去甲立法院溝通，哪會使找縣市長算數咧？第二次報告總統有回來，他說研議啊哈，我希望這個研議的時間看能不能縮短，盡量給我們縣政府協助。當面向總統賴清德請病，爭取教育建設的經費。苗栗縣長江東錦真誠懇，是講總統是安尼個回應。總預算還沒過哎，我沒有看到你出來講哎。請立法院中央政府總預算要過，你們苗栗縣政府總預算什麼時候過的？李議長。點名當時佇台開苗栗縣議長李文彬悄悄提醒，若是議會預算到今也未通過，那呢頭殼就愛無力燒。更加呼籲江東錦這個做縣長的愛代表地方出聲。總統的說法當然。我是有一點不太舒服了。那當然，因為總統是醫生，如果要開藥方，一定要開對藥。那立法院的預算不過，當然是要行政院去跟立法院溝通。用憲政體制來對決，更加用醫生開藥啊來考試，雙方來回溝通，嚴格等來到立法院，各做檢驗，今也需要藥單。根據北面媒體報道，立委馬文君提案凍結檢驗後續攬900億的預算了後。大總工會的化工無排除要出來抗議。去年的20億，他都還沒有辦法執行，你直接要跳到後面第3年的這個119億，我覺得這是不合理。我認為人民會憤怒，相關的產業已經紛紛的來表達出強烈的不滿，對國民黨這種亂刪預算、這種意識形態的操弄。預算的問題，恐驚在第一時間內有盡派解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